来前几日啦，台南一个三岁小女童骑斑马线互弄死，互真侪人唔甘，甚至阁有人因为安尼发动着游行，讲要来停止行人地角。但是也是有驾驶抢紧，阁弄着过路人咯。土横有一个男子行伫咧斑马线，常常互正外的车来甲弄摔倒，伫咧涂骹链，加在家己阁会当爬起来。台北市某一个学生用走的过大路，互轿车弄着，嘛是好加在，无造成严重的伤亡。不过驾驶是唔通想讲安尼就无代志咯。这警方也是依照着影片，甲驾驶罚款3600块。一个学生歹册包，手阁摕地啊，冲过大路，煞叫乌色轿车直接撞到，规人伫咧闸缝玻璃顶抛一链，冻摔在地。看到这个意外，别个学生拢惊死啊！赶紧过斗3工，小上的事故嘛发生伫咧桃园，一个查甫人过大路，乖乖啊行斑马线，正外的测试轿车无减速让人行，查甫人轰弄到冰两链，滑倒坐伫咧涂骹，加在骹手尾掠紧爬起来，看起来敢若无着伤。不过伊安尼轰弄一个马路边徛机车的民众。行到月头，一直看。本起交通事故案，本分局尚未接获相关报案，但画面中汽车明显违规未礼让行人，依道安条例可处以新台币3600元以下罚款。虽然扣弄到查甫人直接行走无追究，不过警察嘛是紧紧影像甲驾驶开罚，驾驶人千万唔通佮无遵守交通规矩。小上的案件伫透团，伫咧台南3岁查某囡仔过斑马线互弄死，行人地交所嘛是继续上演，民众行伫咧路的嘛是心惊惊。不管是新人或驾驶都要很小心。现在这样过马路，那些转弯都没有在看，真的太担心了。这年烦恼唔是无原因，司法单罚3600，公款无法度阻止。交通部长王国材正才讲要推行人专用事项，也就是民众伫咧车顶时过大路，双向的车全部拢红灯，希望民众过大路会当降低车祸发生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